带去读唐诗。子夜思时高，淡薄。作者李白。诗篇。明朝易四发，一夜数惊袍。素手抽枪顶，哪堪把千刀。彩虹几弯度，几日到临头。感慨，这首呢是延续顶首。秋歌是写秋天的景色，冬歌当然代表冬天的景致咯。第二两句呢，是对夜参的书写呢有淡薄怨言，因为呢，明仔载就要来出发咯，绝对无搁再等人。伊寒衣还未来做好，必须要在连夜赶工。明仔载起呢，透早再等，及时送到夜参。三四两句，就是景写寒夜的炎热，等甲两只手拢会起麻，连长针引线呢都会感觉也语准。尤其迄支的家刀，冷冰冰，更加是寒意逼人，字感有中，还人读了呢。唱的是伫严肃的热天，要淡薄仔迄个凉。最后两句，笔锋一转，想起远在塞外的良人。伫时代呢，都冷甲咧，四季拢强烈的激动咯。伊冰天雪地将军的红晒，是毋是承受得住呢？想到这搭，更加心急如焚。搁再安怎样顶？搁再安怎样艰苦，也必须要在天光前完成寒衣送到夜站。是毋知什么时阵，亲手所做温暖的寒衣，会当送到边关，穿在良人身上来御寒呢？你这个诗篇呢，大部分拢是豪情万丈，令人心潮澎湃。但是这两首秋冬的歌诗呢，却是别有全新颖的韵味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